黄医生你好，哎，之前过来看过，今天的话症状有点加重。什么问题？孩子发烧吗？现在？我就是孩子，啊，是你啊？你几岁了？ 16岁了。我看着网上都说这是什么淋病感染，你有这种生活史吗？啊？有。因为我就是在一次那个完了以后，隔天起来就很尿痛嘛。你之前有没有做防护措施吗？没有，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病啊？什么病啊？就是淋病。这个从你刚刚这种提供的情况来讲呢，有这种几率，但是不一定是。我先带你去内科，明天让你家长再带你去皮肤科专科看一看，好吧？我带你过去。再等一下啊。就是有一个他怀疑尿痛的，但是呢，他说他有这种不解的生活病史。这个孩子，对，就是怀疑啊。他现在有一点点低烧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也不好说。等一下，我来看吧。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？刚刚你尿痛的时候有没有尿频、尿急？只有半身，然后我看那些症状什么，就跟网上的信息都对应的一模一样而已。就有可能啊。你每次做那个行为的时候有做保护的一些措施吗？这是没有。能让我看一下吗？这外阴还好，没有一些疹子啊，还有一些分泌物。现在你的尿常规来说，提示有尿路感染，想排除这些你刚才担心的这些问题，需要你的监护人，就是你的父母取得他们的同意。你打电话给你父母吧。这个我能不能说先做完？就是我可以让他同意，但我这里有没有信源这个实在有点难说一下。就是我们可以跟他说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没搞懂，我这到底是有问题没问题吗？所有的检查和治疗都是需要父母的同意的，医生才能够做。你要想尽快给自己一个答案，给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答案，最负责的一个态度是尽快把父母喊过来。先跟他说一声。那个我尿痛，怎么回事呢？医生说我是未成年人，我这些有东西，有些检查那些我做不了主啊。要医生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母亲吗？是的，他现在严重吗？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还好，主要是孩子有些特殊的一些情况需要你来了解和判断。那你要他的话，你等我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我是他妈妈，是什么情况？他有性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呀，这每天都在搞什么鬼哦？书也没有读。因为他现在就是有这种情况，他有比较担心自己得了一些恶性相关的一些疾病嘛。对他来最好的话，可能是要带他去成人医院或者是专科去查，会比较全面和详细。那我还是带他去专科医院吧。行，那你就带这些他之前做的一些检查去吧，好不好？好。